有一个姓黄的青少年，伫个细山磅空内底骑乌倒摆，互民众甲翕落来，佮牵伫个网络顶头。这警方后来是伫个磅空的出口去甲掌着，以无照驾驶甲国道违规来甲开发。另外，伫个国道5号较外边仔的车道，是发生一台医疗车去互轿车撞到的事故，加在落尾，这个驾驶送病院了后，无性命的危险。 伫个雪山磅空内底，雄雄看到外口是个车路，有人咧骑乌托摆，民众翕起来了后扑上网，讲家在边仔无车，那无真危险。好像听到有摩托车的声音，嘿，然后摩托车声还蛮大的，那我就觉得怪怪的，往外面一看，居然有一台摩托车在雪水里面开。警方伫个雪山磅空宜兰这边路南的出口，把乌托摆砸落来。这个姓黄的骑士才17岁，伊讲因为对白南的路无熟，为白南交流道，无细时骑去国道5号路南的方向。不过警方也是以违规行驶国道、甲无照驾驶裁罚，无照驾驶上重会当罚2万4。该名机车骑士因路况不熟，由平林交流道误上国道5号而行驶进入雪山隧道。 在伫个国道5号这边车路的汽车，未负打动啊，去撞到头前的医疗代步车，应该是规个喷出来。消防员到现场，赶紧甲这代步车姓黄驾驶送病院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行经这个公寮路口前，已因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追撞前方姓名年纪不详之男子所驾驶之医疗代步车。该不详男子经119送往阳明医院救治中。这个姓周赛车的驾驶，经过酒测是无驾驶赛车。 警方讲，照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，医疗代步车是袂当去伫车路的，若无会当罚1200块至3600以下的罚款，而且禁止迄个驾驶继续搁使用，呼吁民众大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